咁我喺呢行業裏邊咧都做咗十年到嘅時間。咁喺過去呢10年嚟講咧，咁我嘅事業同埋工程界嘅發展，同香港經濟都一樣，係經歷咗一個好大嘅風暴。咁喺呢個風暴嘅最谷底嘅時候，好多人都冇嘢做，完咗約之後即係唔能夠再續約。咁我自己都係一樣。咁喺呢個人生裏邊跌到喺個事業裏邊跌到谷底嘅時候咧，我喺度諗緊，究竟有邊一個可以為我哋發聲？有邊一個人可以真正即係幫到我哋去發展呢個基建？咁卒之我喺2000年當我識到何博士嘅時候咧，咁我揾到呢個真正嘅答案。因為喺佢嘅身體力行，同埋佢同業界裏邊嘅網絡，同政府嘅影響力嘅底下咧，卒之2007年嘅施政報告裏邊，呢個就俾到即係在座咁多個，在座咁多位工程師同埋社會各界人士知道，來屆嘅工程界嘅立法會嘅工程界代表應該係邊一個？因為出邊每一個市民都會知道10大基建嘅重要，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邊係最重要嘅一個範疇就係發展我哋嘅基建。如果冇咗何宗泰博士，我相信唔會有舊年呢一個嘅施政報告。咁隨緊好多嘅工程基建發展咧，隨住社會嘅發展，市民嘅訴求係唔同咗。我哋唔係淨係單去硬去建一啲嘅基建項目，純粹講求技術，亦都需要去滿足好多嘅保育環保嘅要求。咁正因為咁咧，何博士咧都推動咗好多唔同嘅工程師，包括本人自己，去到一啲嘅政府嘅諮詢機構，去講解俾市民知道我哋工程發展基建嘅項目點樣去平衡各方嘅利益。咁除咗之外咧，我體會到何博士佢認識咗佢咁多年，我發覺佢真係唔會有咩架子。佢係好同我哋一班後生仔玩，即係無論喺工作上高，喺其他範疇去考察等等咧，佢都係好似我嘅喺工程界上面一個爸爸一樣，去不斷去陪住我哋嘅成長。像我認識到何博士，我係感受到一個真正嘅自豪同埋驕傲。